歡迎收睇堅亮點，我係 AI 新亮。立法會圖書館優化設施及服務喺今日舉行啟用儀式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人出席。梁君彥話：適逢綜合大樓擴建完成，佢同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均認同，而家係合適時機優化圖書館嘅設施同服務，以吸引更多人到訪，提升佢哋對圖書館嘅體驗。呢個就係我哋立法會大樓啱啱完成咗啦，一個100:1嘅model 啦。咁其實就可以俾到參觀嘅人士啦，尤其是中小學生可以睇到立法會個大樓係點樣啦。我哋個 chamber 係開緊會嘅情形係點樣咧？咁啊會升高俾大家睇到嘅。咁其實個場景咧就啱啱係舊年過23條通過咗之後嘅場景。咁其實裏邊啲人物都做得幾生動嘅。如果你認下個係咪做得似唔似咧，大家可以睇下嘅。優化之後嘅圖書館增加咗唔少亮點，除咗有大量有關立法會嘅資料，亦都增設咗科技創意空間，備有 3D 打印機同埋無人機等裝置。學生有機會試玩試用，希望藉此提升學生對創新科技嘅興趣，並了解到創新科技對香港未來發展嘅重要性。圖書館自家製作咗一個遊戲，名叫決戰知識廳。若認為自己嘅打機能力快而準，不妨同知識廳系統一決高下。咁啊，5、4、3、1，望呢度，係啦。咁我哋咧影咗之後咧 ，OK 啦，學張相。咁我哋咧就可以揀一啲 emoji 嘅。我哋每一個場景都有5個 emoji 嘅。咁例如我揀咗個相機啦，我可以擠喺度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撳確認啦。咁影咗張相之後咧，處理中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其實咧有1分鐘嘅時間咧，就會俾翻咧一個 QR code 咧，我哋嘅玩家咁可以 download 翻張相落嚟。想到訪立法會圖書館嘅市民，可以嚟到立法會綜合大樓進行訪客登記就可以進入。開放時間係逢星期1至5上晝9點至6點。